最近全台湾拢真烧热，高雄阁发布柑仔式的高温警示，有可能会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。不过，这么热的天气，伫咧高雄所有人塞车洗身去弄着变电箱，地区800外户拢失电，无法度开天门，嘛无电风通好吹。 汽车驶方向一直偏向人行道，最后弄到人行道边仔的电箱出现火光，才停落来。停伫路边的7台汽机车受损，警方表示驾驶无酒后驶车，有可能是疲劳驾驶所造成。伊咧弄到迄电箱板崩去，你听无？大声吼，我是讲后底走，它崩去啊！因为疲劳驾驶就太累，然后有点就是崩醒睡着了。 透早5点外，这个车祸嘛，予三明区辽宁一街、九如二路、鲁顺街等等的区域有826户停电。有民众直接摕着手电仔行出来，嘛有徛好，因为停电，厝内电动门无法度开，嘛无法度使用冷气、电风，便利商店嘛一度无法度营业。有影响，因为都不能，也不能，就是门也都不能开啊，还是因为这个它是电动的门嘛，我们这个门都不能开啊。打了多久？ 已经从5点多到现在都没有。因本处加派人力，在完成2具分别重达超过800公斤及600公斤变压器调换，重置接头后，已经在9点18分全数复电。来电表示，车祸造成停滞式变压器毁损，才会停电。工作人员到现场了后，4点钟内底全部复电。 互弄歹去的设备有2台超过600公斤的变压器，内电会按照规定向肇事者要求赔偿，金额则是要看后续损害状况来评估。记者王丽婷、陈hen坤报道。